茶杯的位置，哎，就刚刚那样。那在另外一个你不在里面。茶杯的位置啊。哎妈，就是那一罐，那个专家去看的。哦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你先别吃真抢的，给你说，现在趁着给他一个。那我吃饭，你看，来我给你倒。吃饭去。水壶没拿呀？水壶。可以了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